所来看到这是台中市的这个部分哦，一台这个货车。 这个驾驶呢停车落去超商要买物件，但是无有手动，所以这个货车煞一直厝甲对面去弄到一个摆摊的阿嬷，但阿嬷的骹啦弄一个破一空流血啊。但是边仔民众讲阿嬷，你哪唔较紧走？阿嬷讲啊，都反应袂过来啊，是要哪走？ 外面一台白色货车向前路经过路口，无减速，煞来弄到铁片上危险，后被限制球的阿嬷扫到，互抬尾。事发当时，货车的倒边头前链仔搁卡伫咧电火条边仔，阿嬷惊甲唔敢点动，想到迄个时阵，就心惊胆吓。这受伤啦，啊，这骨头小可弄着安尼啦，有看到啊，向反应袂过来。你车底无人，车底无人。阿嬷倒脚受伤，已经用去病院顾小破。虽然无叫货车直接弄到，或者是压到伤，不过伊当时闪回边遐，较有去挂到伤，冒转到乌青。 事发现场车真多，阿嬷当时就伫咧这个路口，我甲伫咧摆档，后壁铁片啊像围啊桥弄甲变形。这一件车祸就发生伫咧站尾阿嬷台中市潭子区，有货车弄到单位，引起事故的原因，敢若是货车司机无有手动啊，就落车要去超商买物件，若弄到单车，阿嬷嘛受伤。伊车到到位边来，位才弄落啊，够可能车位啊甲弄落，结果是对面来的。客人好像有叫他往旁边闪，然后如果没客人，他可能就会被夹在那里面。后来有送医。附近的民众讲，加在有人客提醒阿嬷，若无休克，可能愈惨。王男自小货车车头及张女的摊车受损，双方经左侧无反应。 阿嬷嘛讲，摆摊摆超过30年，第一摆拄到这款代志，加在人无安怎，后续看要安怎赔偿，会阁继续调查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